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咱要做伙來思想耶穌所講一個真出名的比喻，就是夜景的比喻。這個比喻是非常重要，所以耶穌也親自解說伊的意思。所以咱今日唔是要簡單聽一個故事，一個比喻，咱來求聖神來檢驗咱心內對上帝話的重量。而領受上帝話，進行咱同心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阮懇求你，在這個時刻教阮三甲之地，幫助阮排除所有會影響阮領受你信息的因素，互阮專一心志來聽你的話，也照安尼去行來領受祝福。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今日這個夜景的比喻，是耶穌非常重要的一個比喻。伊一開始講有一個夜景的，這原文是講看迄個夜景的，所以咱會當安尼推測，耶穌咧講比喻的時陣吼，通常是佇無共款的情景內面。又看到什麼款的情景，就用迄個情景來做一個比喻。因為耶穌咧講這個比喻吼，根據有一個聖經學家叫湯姆森，伊佇20世紀初期，伊捌到巴勒斯坦去做研究，後來伊寫一本冊叫做《聖地甲聖經》，其中有一段就是咧寫這段。伊講耶穌咧講夜景的比喻吼，拄仔是伊去到巴勒斯坦咧考察的時陣吼，所看到的情形是真相共。伊若出了迄個莊社，去到做事人咧耕作的所在，伊就通看到耶穌咧所講的這個情景，就看到一個夜景的人佇遐咧夜景，這個人夜景的所在。拄仔有耶穌所講的是4種無共款的土地，有的是佇路邊，因為田甲田中間有迄細條路，有的是也佇迄個石頭地，有的是也佇迄個刺皮所生的所在，當然有的種子也佇好的土地，所以根據伊的研究講，耶穌咧講這個。譬如的時陣，應該就是因甲伊的門徒，家去教人做事人咧經營的田園的時陣，看到遠遠有一個人咧夜景，所以耶穌就講看迄個夜景的，這夜景是夜共款的景緻，根據耶穌的譬如，咱會當斷。安尼判斷，這夜景的人一定是夜相款的景緻，但是咱嘛知影，景緻相款，也佇無共款的土地，會造成無共款的結果。耶穌講有4種無共款的結果。第一種是也佇路邊，路邊是指這田園甲田園中間的路。這甲咱台灣的這個田園真相共，吼。一個田甲一個田中間有這細條路，普通有人會當行這細條路，所以常常真濟人咧行的時陣吼，這路會向大家真定，定甲吼，迄個種子若落佇這個路頂面的時陣吼，迄根本就無法度定入去迄個土地內底，所以有真濟鳥只飛來。就把這個經濟食去，所以是夜佇路邊的鳥只會食去。第二種是這個夜佇這個聖經講淺土的石地，和本翻譯做石頭地，其實唔是完全攏是石頭地，就是伊是看起來是一層的這個有土，但是這個土真薄。真淺，下面都有真重的這個石灰岩，
所以咧，咱判斷來講，當這個種子要生根的時陣吼，這土真寶，伊會生根，但是迄根無法度釘入去迄個石頭地內底，所以吼，咱知影日頭一出來，日頭真炎熱，將這當布嘅這個種子吼，就來拍打去。拍打去，這是第二項。第三項，有誒是落佇一塊土地頂面。這個土地吼，頭去看起是甲普通誒好地無啥物無共，但是吼，毋知影迄個土地內底已經有一寡雜草、一寡刺皮誒種子。當這個壓落誒種子開始大長誒時陣，這雜草、這刺皮種子生了，閣愈較緊，因為因的生命真活潑，所以吼，遐種子就無法度真大長。受到這雜草、這這個刺皮吼，因搶去的這個營養以及因來克掉的，所以對到這個種子吼，無法度大長。當然，有哪有落佇迄個好地？聖經中間耶穌講，若落佇好地，就會豐收滿滿，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。這譬如是咧講什麼意思？這譬如什麼人是亞種的人？咱知影亞種的人，耶穌就是咧指伊家己啊。種子是啥物？種子就是天國的道理，就是上帝話，就是救恩的福音。這種子原本是好的，亞種子的人嘛是真善的，其他種子會當大長，但是因為亞地無同款的土地，結果有無同款的結果。這個土地是指啥？就是指咱的心。耶穌親自解說，伊領受信息的人有4種無同款的人。第一種是心內公義的人，心內正義的人，種子落佇路邊，受人吞踏，飛鳥來就來食去。耶穌講，就是這人聽到了。迄個社會來，就將壓佇伊心內的種子搶去。這社會就是指魔鬼啦。這款的人，伊心真公義，可能是因為忽略上帝話的重要性，也是有先入為主的偏見，所以有聽當作無聽。對倒遠入去，對正現出來，無入是心裡。所以魔鬼真簡單，就將伊心內的真理奪走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咱的心，敢有可能親像這樣的？也是講，咱每一遍咧聽信息的時陣，咱咧讀聖經的時陣，咱來當作一種習慣。嘛無專心咧聽，咱佇咧領受信息的時陣，牧師一直攏強調講，大家愛專心，毋通找別人開講。嘛有兄弟姊妹咯，埋怨講，伊足想要聽，結果邊仔人一直咧講話，講嘛知影講伊等下咧講啥，講等下要去倒去食飯，攏互伊聽着。咱毋通影響別人，毋通影響別人以外，咱家己嘛袂當做家己的代志，無專心。咱毋通佇遐看手機啊，毋通佇遐想別項代志，愛將所有影響咱領受信息的因素攏來排除掉，毋通心公義。第二種，石頭地頂面的土壤，這是
聽着信息的時陣吼，一時真歡喜，真熱情，伊就接受福音。啊，這個人感情真衝動，決志真緊，但是伊無互信息進入伊的生命定根，所以伊的信仰真淺。拄着困難，拄着迫害，拄着生活的壓力，馬上就跋倒。咱嘛愛去檢討，今仔日咱的心敢是石頭地？禮拜日咱真活力，咱咧敬拜的時陣，真感動，聽信息了嘛真感動。啊，家己入約講要我這禮拜要安怎過？但是出去了都袂記起來。咱有佇祈禱中間，佇讀聖經中間，佇小組分享、團契分享中間，將這上帝話定根佇咱的生命。下面定根，才當頂面結果。第三種，這種上恐怖，經濟大漲起來，尤其有比啊雜草、刺皮、去掉的。袂當結實。耶穌講，這個刺皮就是世上的思路、錢財的迷惑，甲別樣的需要。哦，這是上界常常看見，也是上界危險的一種。這種人無拒絕福音，但是心內三心兩意，佮想要愛上帝，佮想要愛世界。當然，咱生活佇這個世界。咱會當享受上帝所賞賜的豐盛的供應，咱會當佇上帝合理的穩準下面追求咱家己的夢想，咱會當追求咱的成功，但是毋通過頭去追求專注者的，結果將上界重要上帝的話。上帝命令來棄殺去。咱佇領受上帝話的時陣，咱敢會抑有帶着真濟煩惱？有的人煩惱講啊，明仔載股票毋知安怎；有人煩惱講啊，後一步工作要安怎做；有人會煩惱東煩惱西。今仔是父親節。做者人攏煩惱家己的囝，但是你煩惱的毋通佇即個領受信息的時陣煩惱，愛常常替因祈禱。咱咧領受信息就專心領受，無咱就互遮的刺皮克死，咱的靈命就無法度進步。所以，遮物件若無拄去，咱就無法度結出果子。第四項，當然有落地好的土。耶穌講，種子落地好的土，會結實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即是講，聽道理了，明白佮持守，而且忍耐到底的人，上帝話就伊心內定根，發芽結果子。咱愛明白。一塊好的土地，毋是天生就真肥，愛經過除草、鬆土、養肥，這個土地慢慢被咱培養起來。所以咱來求聖神幫助咱調整咱的心，除去心內石頭、刺皮，來培養出好的土地。這是耶穌基督互咱的啟示甲解說。這段經文互咱真好的信息。第一項，咱就要用認真的態度去面對咱的信仰。咱咧讀聖經也是敬拜上帝的時陣，有一寡人常常有一寡較淺薄的想法，啊，我應付一個交代一個就好。哦，讀聖經。讀無也袂要緊啦，反正我都有讀，哦，應付一下就好。啊，有問題嘛無要問，
咱佇小組也是講團契中間，咱若用讀聖經做主，就會當提出咱的問題。咱的小組長攏經過訓練，有的牧師嘛會去陪咱做伙聚會，咱會當請教因問題。因為咱有的人來教會，是一段時間，咱對教會真熟，對聖經嘛真熟。但是咱中間嘛有一寡人，當來教會無偌久，可能有一寡屬靈的名詞也聽無。我頂禮拜有一個機會去參加一個小組，一開始有一個報道友，伊要問一個問題，講毋知問這個問題敢會用笑，但是伊心中都有這個猶豫。我講不要緊，你盡量問不要緊。因為頂禮拜黑牧師有講到，一個中間有講到屬靈爭戰，伊就問講啥物是屬靈爭戰？這時我較意識到講咱佇教會真久吼，有時陣這教會名詞咱攏真熟，雖然若準所有的人攏聽的人攏知，迄個就是有人有猶豫。若這個人無問出來，伊心中迄個疑問永遠無法度得到答案。所以無論咱來教會偌久，咱若讀聖經，也是聽信息的時陣有問題，咱會當佇小組中間問出來，咱就得到答案。所以咱要認真對每一件信仰的代志，攏愛認真。咱若無夠認真，咱就真容易親像譬如中間，種子也佇路邊，也佇石頭地，也佇刺皮中間。咱若無真正明白上帝的話，如果上帝的話無佇咱內在形成一個堅強的力量，安尼魔鬼小小的試探就拍敗咱。所以愛用謹慎的態度來面對咱的信仰。第二項，咱要準備好心。來迎接上帝話，我拄則講過，一塊好地的培養需要鬆土，需要養肥，需要淋水，然後愛去將好的種子種佇頂面。種了後嘛愛真細膩去照顧，才會當開花結籽。咱的心就親像田園同款，愛準備好勢，有信心在咱。軟化，互咱的心流軟落來，來專注領受上帝的話。愛常常複習，反覆去思想，實踐佇生活中間，安尼才會當結實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我甲牧師娘捌做過一首回應詩，咱拄則所唱的迄首神聖詩195首。我的心是土地。要種到你的話，若是溫困栽培，就要結實濟濟。你的話是種子，佇我的心內põ養，灌入聖神活水，就要結實累累。聖經活命真理，長大佇我心裡，時常勉勵教示，行事合主旨意。用這首詩甲大家共同勉勵，備辦好咱的心來迎接上帝話。最後。咱來明白，亞種的人雖然是指耶穌，但是咱若參考馬可福音書第4章14節，相款的譬如中間，伊講亞種的人也是上帝的信息。如果你若願意去分享上帝的信息，你就是亞種的人。咱每個人攏會成做亞種的人。亞種的人都愛有這款的明白。咱野出去的種子，無一定攏會當結果子。有時陣咱會野佇路邊，有時陣咱會野佇石頭地，有時陣咱會野佇刺皮成長的所在。當然有時咱會野佇好地，但是你勇敢去野子，其他會交予上帝。每一個人領受信息。攏愛為家己的命運做決定，伊愛為家己負責任。所以，咱要真情
去壓制。我相信修行的確會來臨。做事人伊袂期待講伊每夜一政治攏會找出軌跡。伊政治有可能叫風吹走，有的政治可能落佇袂當成長的所在。但是做事人有一個意念，就是我要盡我的氣力去壓政治，將來一定會有修行。咱傳福音嘛愛有這款的心態，咱盡力才做一個壓政治的人。最後，咱來複習一遍。今仔我來做一首簡單的詩歌，互大家會當背起來吼。有人壓政世界壓，共款政治無共命。壓佇路邊食我食，落佇石地日撲打。下佇刺皮袂長大，上款信息正人領，備辦心田用心聽。願上帝祝福咱同心來祈禱。親愛的主，阮懇求你教阮三甲二弟，用你的話成做阮生命的幫贊，互阮會通透過你的話來得到豐盛的修行。懇求主，你互阮成做一個亞正的人，報傳福音，互眾人知。求主幫助阮，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